3月8日是星期日，问3月31日是星期几？3月31日减3月8日等于23天，也就是多了23天。所以星期日也就是星期7加23等于星期30，而星期30来除以7，上是4，余数是2，也就是星期2。再看底下，4月5日是星期日，问5月31日是星期几？从4月5日到4月30日总共有26天，而5月1日到5月31日有31天，26加31等于57天，也就是多了56天。而星期7加56等于星期63，而星期63刚好除以7除了进，也就是星期天。好，再看下一页。